感谢耶和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祥你，和乐的主宾。现在，现在，现在，眼光满，安乐三位一，可以大主宰。阿门。请咱永远徛地，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雷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来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8篇，第1009页。显着我来刻，恁来印。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心的快乐。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白色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停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咱三甲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阿乐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阮要专心感谢你，伫遮的上帝的面前，要唱歌阿乐你。阮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阿乐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名最大，赢过你阿乐，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叫你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快乐。感谢你引带阮经过人生每一个阶段，透过你的话语，将生命的道指示予世间人，互阮会当因为你的话语看见家己生命的不足。求你帮助阮勇敢面对家己的生命，互阮的信仰建立伫石盘顶，引带阮明白你的旨意。活出生命的见证，求你帮助阮时常透过读经、甲祈祷、亲近主，互阮的心思意念更新，用主所赐智慧甲能力来面对生命中顺境甲逆境，互阮伫各种的环境中拢会当调整心态，仰慕主、跟对主、荣耀主。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周主日是中会所定青少年主日，敬请兄姐为着年轻世代代祷并踊跃奉献。第112年度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好，
敬请兄弟会当到公布栏来查询恁的收据的号码了后，才去办公室排队来索取。为着要避免讲等伤久，咱周间嘛会当到办公室来索取。第三，本周主日下午3点半，召开5月份定期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四，本会自5月11日星期六起，恢复上午9点到11点半家庭探访。5月11拜六安排如下：探访的家庭是李5号、滨江、春基、张心武、郑美珠、刘玉晓。探访的目场咱家己看。第五，下周主日5月12是2024年度母亲节主日。本会各场礼拜中有见证、献诗、感念文。本会也送每一位母亲一份礼物，来表达咱的祝福。敬请兄弟踊跃参加，也祝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第二，具体消息、丧事的消息。本会李启辉兄弟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并伫昨5月24拜六举行个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着遗族代祷，并且相助会员缴交相助会费。第二，互助社消息：第一，社员防癌保险一年的保险费是1650块。到5月13星期一进前接受办理，超过这日期，咱就无要阁受理吼。第二，青年创业贷款专案利率年息3%，到11月30拜六前夜都夜晚，就停止受理申请。第三，学青牧区第一，定伫5月11拜六下午6点到8点，伫敬拜中心举办最美的星星母亲节活动。敬请各位妈妈拢总会当做伙来参加。当天参加的妈妈会当有一份礼物。6点10分以前到场的，还阁会当有一张摸彩券。当天嘛有亲子的活动，欢迎妈妈甲12岁以上的细囝做伙来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得胜的还阁会当得到一份得到一张礼券。报名方式是上网报名，或者是名家团队报名。第二，5月18星期六，青总礼拜举办青年祈祷特会，这毋是一场专为着少年人开设的祈祷会。是一场咱做伙来夺回即个世代青少年的祈祷会，邀请兄弟做伙来参与，互咱做一伙为着新一代的领袖兴起，甲进入命定来祈祷。第三，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补充报告。咱也有报名参加台东布隆部落的台东复兴祈祷盛会兄弟咱下期的爱准备心参加敬请代祷。咱会使去伫咱的即个具体消息，特别有报道咱教会李启辉兄弟伊安那捌担当咱教会执事伫4月忽然蒙主恩调安息主怀伫昨有举行即个所有的个别礼拜。安装伫迄个基督教干那园，就是甲伊的爸爸妈妈安装伫基督教干那园。今日启慧社就是碧恩姐甲伊的先查某囝伫咱搁伊的主爱的查某囝伫咱中间嘛，甲咱大家表示做侪人的关心代祷还是参与感谢多谢迄个今日咱也看到即个插花，就是启慧兄的妹妹立功园长阮是一个少年伊若甲
一只即个钱仔共款吼，已经飞到伫上帝所在吼。今日伫即个所在这咱念的要圣神感恩节咯，我感觉是一个真水的即个纪念一个装塔吼。咱请碧恩姐甲查某囝甲大家行一礼表达感谢来叫好，请坐请大家继续为因祈祷求上帝嘛会当带领诶家庭感谢上帝。迄个启文兄伊真有心去做伫一间厝伫咱敬拜中心后壁遐遐有准备要做即个新店行道会行道会嘛伫迄个所开拓教会讲伊嘛真关心上帝讲上帝教会，所以用真俗的价钱来做即个开设教会路用嘛求上帝祝福伊即个家庭带领即个家庭拢会当热心敬拜上帝咱今日是5月的第一主日今日咱要创啥物代志，敢毋知？好5月的寿星请咱若伫现场，请咱若5月出世的会当拢起立咱来甲伊念迄个生日所有5月出世的大家站起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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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三脚来祈祷。最后说，阮为着阮中间5月出世的寿星，阮的兄弟，阮向你感谢，感谢你，互因会当出世来到这个世间，佫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成做上帝所疼的囝儿。搁甲阮会当三甲伫友商教会这个大家庭，三甲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感谢上帝，求上帝祝福因，互因灵魂体拢兴盛，互因会当敬畏上帝、听上帝，常常会当伫当代志的顶面，照使徒保罗所讲，一概无得挂虑，独独万事。才着恳求祈祷，感谢，将所要爱甲上帝讲，守住平安的上帝，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恁的祈祷的确要透到上帝面前，得到感纳，得到纪念。上帝要祝福你，互你会当成做稳定的管道，祝福的出口，到伫你的厝内人，到伫你的家庭的大大小小，到伫你的工作。到伫你服侍的所在，拢有耶和华的祝福满满。愿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2节。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2节。我来强读。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死了后，耶和华吩咐伦的囝约书亚，就是跟随摩西的，讲：我的奴仆摩西死了啦，但你着起来，甲众百姓过这个约旦，去我所想事以色列人的地。愿上帝话踮伫咱的心内。俄勒请父老圣歌队。
今仔的讲题是进入上帝的计划。兄姐大家平安，感谢到多谢咱的福禄圣乐队吟诗来学罗上帝。咱的上帝是爸囝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咱所敬拜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咱的祖先的上帝，也是咱的上帝，佫是咱的后代世世代代的上帝。今日是咱总会所定定的青少年的主日。这个主日当然就是爱咱会当关心咱的青少年。感谢主吼。咱要安怎来关心青少年，就是爱了解因。昨有甲朱海老师嘛咧谈到，伊做老师即摆学生，这个时代数位时代的少年人吼，甲咱过去的时代差别足大。要怎会当甲因有好的相处？咱嘉宾长老伫爱家基金会咧服侍，佫拢是咧服侍少年人。所以对少年人也有较侪理解，伊也是咱学生牧区的辅导，所以伫即个青少年主日会使即顿吼，伊会晓当讲台语，所以邀请伊来分享即个信息。咱拍破欢迎迄个嘉宾长老，咱就。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头拄牧师讲我较会讲台语，我是感觉小可惊啦。我是比明仔搁较会讲小看安尼尔。若讲甲若听无吼，会使私底下问我看对一句吼，我甲甲恁解说一下。好，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青年的主日，大家敢有发现地伫地无共款？敢有发现伫地无共款？就是敢有人感觉讲我欠着位置呀？是毋是？是毋是看我徛伫边仔的司礼，是毋是看我较惯势对无？吼对啦吼，我嘛做希望我今仔是司礼。毋过感谢主，我今仔真正是要来分享的，无毋对吼。有一天明姐传道来甲我讲，嘉宾哥，你5月5号的青年主日，你去用排伫，我佮甲伊的话抢过来讲。我知，因为我是青少年的辅导，所以排我司礼对无？伊讲毋是，是讲道。我惊一下，我紧去找陈牧师讲，牧师啊，恁是毋是甲我的名排毋对去啊？牧师讲无毋对。各位兄弟姊妹，咱去用主竞选成做伊的囝儿，咱做主的工人是无毋对的。上帝的安排嘛是无毋对的，上帝的选调嘛结果是袂反悔。新译本的罗马书11章29节安尼讲，因为上帝的恩赐甲呼召是绝对袂反悔。阿免。上帝伊是绝对袂反悔的，陈牧师是上帝所竞选的，所以陈牧师所竞选的嘛是绝对无错误的。毋是讲名靠毋对位置，是无错误的。所以伫青年的主日，互嘉宾伫讲台顶悬来分享，嘛是无错误的。感谢主，咱互上帝一个掌声，咱嘛互陈牧师一个掌声。好，线来，咱来看上帝话是安怎讲。我今仔要讲的题目是进入上帝的计划，伫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甲第2节。咱对今仔日的经文，咱会使看见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咱会感觉会安怎？咱会感觉做毋茫的。毋过新的时代的开始，是因为旧的时代的结束。对啦吼。新的时代为虾米会因为开始？因为旧的就是结束啊嘛，所以新的就会开始。有时阵定定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来过新年。所以，较有一个新的世代。伊遮个领袖因拢知影，讲我爱提早预备接班人。有诶会传互伊的囝儿，有诶会传互有能力的人。遮个人拢是会使帮领袖来完成伊无完成的工课。
好，下一个 PPT。咱会使看伫第一节的后壁，甲第二节的头前，安尼讲，耶和华甲摩西的帮手嫩的囝约书亚讲：我的萝卜摩西死啊！即马你要起来，甲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对经文当中，咱会使看见有两个身份，互咱看见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摩西的帮手，就是摩西的助手；另外一个是我的萝卜摩西，一个是上帝的萝卜，另外一个是领袖的助手。咱会使看见上帝的计划是安怎，是一个时代接过一个时代。咱要安怎会使进入上帝伊的计划内底咧？所以有一条最重要的路，就是安怎？就是对助手来做起，就是对助手来做起。上帝约书亚所讲的第一句话，上帝对约书亚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萝卜摩西死啊！这是要安怎呢？这是要甲约书亚对伊所看见的环境，转来伫上帝的面头前，无爱互伊伫对摩西死了的情形之下，要提醒你即马所爱担当的工课甲责任，嘛是百姓来宣告讲，这个是上帝所拣调的新的领袖。上帝伫旷野40天来陪伴约书亚，伫即个啥物代志，拢尽忠、拢顺服的少年人，伊嘛是摩西的好助手。即马已经成做一个有圣灵的同在的新的一代的领袖。所以上帝甲讲，即马你要起来，甲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对我要赏赐的以色列地去。上帝甲应允的地显明互约书亚看，会使对伊，会使互伊对摩西过往的即个悲哀当中，转做过来，重新看见上帝的应允。感谢主，这一切拢伫上帝的手头。每一个领袖因的传承，嘛是伫上帝的手中来引带百姓。这个领袖引带这个百姓的领袖，因虽然会改变，领袖会一直改变，毋过上帝应允是永远袂改变。阿免。上帝带领甲同在嘛，永远袂改变。阿免。感谢主。所以咱知影讲安怎？每一个领袖拢有上帝呼召甲意向，会使带领咱对头前来行落。毋过，即个领袖总有一天一定会离开即个位置，也是去向上帝接走，就亲像摩西共款，去向上帝接走。毋过安怎呢？上帝计划是永远袂停止的。有一摆，布扬康牧师伊个来分享讲，上帝呼召伊去非洲，伊无想要去，伊个甲上帝讲：你要叫我去非洲哦？你找别人，我无要去。上帝甲讲：你已经是我找的第三个人啊！上帝甲讲：你已经是我找的第三个人啊！这个意思是啥物话咧？意思是人会拒绝上帝的呼召，毋过上帝计划会继续落。假使不用靠牧师，伊若拒绝上帝的呼召，上帝是毋是会继续找第四个、找第五个，找甲有人会做为止？因为上帝的计划是永远袂停的。上帝的计划会继续进行，你若无要做，上帝会找别人做。上帝的计划袂改变，嘛袂停止，而且一定会成就。重要的是，咱要安怎甲上帝的计划甲接落来咧？咱看到约书亚是对摩西的助手来开始，所以伫摩西死了后，咱就看见伊传承摩西的意象甲呼召，继续互落去。所以咱使看见
约书亚伊对助手到真做领袖。咱爱真做领袖进前，咱一定爱先学讲咱要安怎服侍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伊嘛无讲我要接受人的服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伊讲我是要服侍人的。伫服侍的过程当中，不断来学习，才会使正接去即个真做领袖的位置，来带领众人。因为安怎呢？因为你服侍领袖，你会了解伊的意向甲呼召，这是你领袖的 DNA。你要帮助你的领袖来完成伊的意向甲呼召，这是真做一个助手的使命。你会伫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向提升，不断来突破。当机会来的时阵，你就有法度来接起这个领袖的位置，继续把这个位置来带领落去，对后一个世代来行落。所以圣经讲安怎？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所以咱会使真做助手是足重要的。甲你边仔的人讲，你嘛要真做上帝的助手。阿免，咱大家拢爱真做上帝的助手。今年3月的全新营，咱看见陈牧师和少年的文史团队来分享第一课。文史团队是毋是嘛真做陈牧师的助手呢？是，当然是啊。所以油厂教会是一个足愿意传承的一间教会。油厂教会是一间足愿意兴起少年人的教会。阿免，阿免。甲你边仔讲，你甲我是兴起少年人的关键。阿免，你甲我是兴起少年人的关键。我小看见，咱遮拢是资深美少女、美少男啊吼，所以咱遮真正拢是兴起青少年的关键。阿免。所以恁敢知影？我除了问陈牧师讲，是毋是甲我的名拍毋对位置？我阁有咧约，是毋是陈牧师助理无伫的去别间教会来讲道，所以来请我讲。咱即摆来看陈牧师是毋是坐伫遮？敢是？是啦吼。所以陈牧师伊坐伫遮，为什么伊无爱家己讲？因为伊咧兴起少年人的助手。阿免。等一个第二场，换民家团队来分享。你来看卖，阁有咱拜三祈祷会的分享、青创的分享、清风敬拜中心的分享，拢看见民家团队甲文史团队因的服侍。陈牧师嘛咧家兴起，咱互陈牧师一个掌声。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兄弟姊妹，恁敢知影？亲像耶稣伊嘛，毋是啥物代志拢家己做哦。咱若有啦认真咧读圣经，咱拢知影，耶稣伊毋是啥物代志拢家己做。伊安怎咧？伊有一个部队，啥物部队？12门徒。伊毋是啥物代志拢家己做，伊嘛邀请遮少年的门徒做伙甲伊来合适，来经历，来经过即个实际经验。所以伫服侍进前，耶稣毋是讲来，恁来对我去，咱来做啥？咱来服侍，咱来赶鬼，咱来祈祷，咱来讲道，毋是。耶稣来叫因做这代志进前，因嘛是用真理来建立伊的门徒，伊开时间陪伴因，嘛带领这的门徒不断的学习。所以当耶稣来上天的时阵，伊就交互门徒继续服侍落去。今仔日是青年的主日，咱会使看到咱遮学青遮的囡仔多才多艺，个代表是因为咱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还阁有咱遮是大人，咱拢愿意，互少年人一个舞台来表现，通好互咱会使一代接过一代。
所以油厂教会是毋是愿意栽培青少年的教会？咱油厂教会是毋是愿意栽培青少年的教会？阿门，阿门，这是无问题的吼，这嘛是毋免怀疑的。啊，毋过咱知影讲，虽然遮囡仔可能少年，因虽然会安怎会犯错，有时阵咱阁爱替因收尾，爱替因切尻川。啊，毋过遮犯错的过程，嘛是因安怎学习的过程，嘛是咱学习的过程，因为咱爱甲因斗相共。所以，亲像圣经讲的，恁遮客去石头，要甲即个行淫的妇人拍死的人，恁若问家己，恁对一个人若无犯错的，恁个会使摕石头甲牵。所以，遮个人听了，拢甲石头囥落。所以，咱知影讲，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咱会犯错，咱嘛爱知影讲，其他的人嘛是会犯错。遮少年人虽然会犯错，啊，毋过咱遮的士大人是毋是嘛是会犯错？无毋对。所以咱爱上帝拢安尼愿意甲咱原谅接纳，咱嘛爱接纳遮青少年会犯错的过程。就亲像约书亚伫旷野这40天的学习共款，伊伫这40天一直咧学习，一直咧学习。所以，当我读到上帝伫咧旷野40天的即个时间咧训练约书亚的时阵，我就发现讲，我今年嘛是40岁呢。我读到上帝伫即个旷野40天的时间来训练约书亚，我就想到，我今年嘛是40岁，真正足奇妙的，真正足奇妙的。我咧写即批的时阵，拄仔写到尾啊，我较发现，我的40岁，甲这约书亚伫旷野的40年的学习，其实拢是共款的。大家拢知影讲，我对细汉伫教会大汉，嘛知影讲我是吴牧会长老的孙。应该知影是长老的孙，对我来讲压力足大的，所以我拢爱伫教会表现得真乖，为着无爱互阿公烦恼我，互我有面子。我要煞落讲进前，我的妈妈嘛坐伫下骹。所以我压力嘛足大的。我无爱互阿公烦恼我，互伊有面子，所以我拢伫教会表现了拢足乖。我的是大人，嘛拢阿准，我拢足乖。啊，毋过自从我对国校开始，一直到我大学的期间，我的行为就开始偏差。我国校的时阵，我有交一寡罗马朋友，毋知安怎，因拢足介意我。我无甲因讲啥物好听的话，我嘛无替因做啥物代志，因个家己来讲要甲我做好朋友，我嘛感觉足奇怪的。吼，国校的时阵，我交一寡罗马的朋友。我国校的时阵，我嘛偷摕阮姐姐的钱，阮姐姐即马坐伫遐，我要甲阮姐姐讲歹势。钱拢开了去啊，拢摕去买汤啊、汽水。高中的时阵，嘛足奇妙的，遐个罗马朋友嘛拢甲我足好，所以我有一寡足歹的朋友。所以有时阵别人若欺负我的小弟，也是我的好朋友的时阵，我拢会叫遮罗马的朋友讲，你替我处理。我拢会对伫后壁，我就看伊讲，来迄个某物人出来，听讲你欺负阮嘉宾呢，来你对我来辩诉，你个听着蹦蹦蹦蹦的声音，我就感觉安尼足欢喜的。我嘛最爱看人冤家。五专的时阵，有时阵啊，毋是定定啦，有时阵拢会翘课去拍撞球，看 NBA 甲同学来搏缴。食薰、驾车，还是考试做壁，阁足济啦。
可能讲无啥会了，嘛免开时间讲这。可能在场的一寡兄弟姊妹，看我对细汉大汉的，可能毋知影我过去有即面。毋过我为虾米会改变呢？毋过为虾米会改变呢？佮亲像上帝伫旷野这40天来训练约书亚，我伫求学的时间，嘛是因为教会足侪陪伴、接纳，互我会使对头开始的机会。我要先讲，毋是我全部拢教会咧甲我斗相共，我的家庭嘛足温暖的。我的家庭的部分是无时间直接讲，我的爸爸妈妈嘛其实足疼我。家庭的部分后一届若有机会，若搁来分享。因为即届是青年的主日，所以我的重点会放伫教会。所以伫我的求学的时间，嘛因为教会的陪伴、接纳，互我重新，搁会使对头开始的机会。有一届，进前我的小组长甲我讲，伊知影我会晓食薰了后，头一句话毋是甲我骂，毋是甲我吵，伊是烦恼我的身躯。毋过伊烦恼我的身躯了后，伊嘛有圣经的教示。后壁伊嘛陪伴我来解婚，我婚改足久啊，我婚改足久啊，你免烦恼。所以出社会了后咧，我是不断来接受教会的装备甲训练，总是嘛有犯错的时阵，毋过教会拢是接纳安尼一个无完全的我。我毋敢讲我即马40岁。我毋敢讲我即马40岁，佮亲像约书亚已经去用训练40天共款，会使来做领袖啊。毋过我敢讲的是，主，我伫遮求你使用我。我头拄有讲，我伫求学的时间有足侪错误的行为，这就是我为虾米一直伫即个基金会，就是头拄牧师讲的爱家基金会。伫即个工课顶面，想要来帮赞青少年的原因，因为我伫囡仔的时阵，我有足侪错误的想法甲行为，所以我想要来帮赞这个囡仔，来莫去行过遮尔侪错误的过程。后壁我嘛正做学生的辅导，我参加牧区逐个月会议。来听每一个小组长因的牧养的状况，因有拄着啥物困难，服侍有啥物软弱，看会使安怎甲因斗相共。毋过上互我感动的是明家传道，伊担起潘牧师即个科牧的角色，伊用听甲实际的行动去带领学生牧区，带因开会。讨论活动，成立青虫部，还有牧养部。这个青虫部就是处理青虫的大细汉的代志，牧养部就是牧养甲训练所有的小组长。伊成立青虫部甲牧养部，阁有训练遮的小组长，阁有拜祀英红的线顶 RPG 的祈祷，甲遮的小组长做伙来祈祷。用上帝话咧甲因斗相共，阁有逐礼拜六青创，阁有小组的时间，阁有咱定定看到拜六拜日的直播的服侍，教会任何的影片的制作，敬拜团、舞团，阁有等下10点儿童牧区的服侍，拢看会到咱遮少年的咧做遮个工课。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的即群少年的约书亚，即马咧兴起，因咧准备接受训练。咱即群的摩西，咱会使创啥咧？咱会使陪伴伊，陪伴有2种，一种是伊的身躯边拢真正无人，因为伊的孤单，咱家陪伴。阁另外一种的陪伴是，
咱陪伴伊面对错误的陪伴，咱会使陪伴因，为因祈祷，鼓励因，听因，为因奉献，互因任何会使装备的资源，甲因训练，准备，互因会使正接咱教会足济的服侍。兄弟姊妹，一个世代的交替，爱有传承的人，嘛爱有接手的人。一个世代的传承，爱有传承的人，嘛爱有接手的人。毋过我看见有像教会是有一群摩西，搁一群遮个少年的约书亚的一间教会。我真正看见咱的有像教会是有一群摩西，甲一群约书亚的教会。阿免。我看见咱的有像教会，嘛是一个会使互少年人悔改、接纳、帮助因、帮赞因对头、重新开始的教会。刷来，我要互恁看一个4分钟的影片，来看即群准备兴起的约书亚。因平常时到底是咧创啥？咱来看影片。逐八礼拜六的时间，足侪少年拢伫遮咧聚会，头前的练习。You're the fourth within the flames. I don't need to know what the future said, 'cause if the past could talk, it would tell me this. My God is a finisher. 变摆甲娱乐，好那囡仔咧用直播带领变摆，以控台后壁。咧用音控，咧报告。这是阮一档的一寡大的活动，这是我的马市，邀请足侪因的好朋友来敬拜中心做伙来活动。来考验伊两个好朋友的默契，还佫有中秋趣游杯，伫中山高中来运动，来拍排球，嘛是邀请因的好朋友来做伙运动。圣诞节交换礼物，用逐种无同款的所在方式来互遮少年的来活动，佫有咱的制服日才艺发表，佫有舞团。青少年的祈祷特会，咱邀请小金牧师夫妇来甲咱带领，为因祈祷，甲因带到上帝面头前。头拄我讲的拜四小组长的线顶 RPG 祈祷，因遮传道咧甲因小组长每一个同工的训练，特别用一个时间咧甲训练。用上帝的话咧甲因斗相共，互上帝的话进入因的心中，一档一档，一工一工，拢是安尼做，是为着啥物？If he didn't before, he can do it again. So I trust him with what comes next. 'Cause my hindsight says I can count on this. My God is a finisher. If he did it before, he can do it again. So I trust him with what comes next. For the God I know is no fulfillment.
咱的上帝是信实的。感谢主，咱互咱的鸦片一个掌声，好无？感谢主。各位兄弟姊妹，咱看见咱遮的少年人是感觉足毋茫的，是毋是感觉足毋茫的？是毋是看因查某的水、查甫的缘投，是毋是？阿免。各位兄弟姊妹，我其实是一个，我嘛袂记得我是第4代是第5代的基督徒。我自细汉，我的父母佮安尼陪伴我。食青拢免烦恼，我嘛一直伫教会大汉，有真侪兄弟姊妹看我大汉，摕物件互我食，甲我疼惜。我的环境，我的背景，会使讲要100分啊。啊，毋过你看我头拄仔分享，我的伫青少年的时期，我嘛是有真侪诱惑，啊，佮有挑战。伫我的生命内面，咱来看即马即个世代的囡仔，有的是第1代的基督徒，有的是细汉父母离婚，也是阿公阿嬷饲大汉的，有的是下课佮爱去打工，也是父母佮干那互你钱，无要插你，有的是转去厝内无一个人。联络簿毋知要找谁来签名，足侪遮个少年的，因其实毋知影有诶代志是无好诶，因为无人甲因教。啊，毋过当伊有机会来到教会诶时阵，咱遮诶牧师敢有举起咱诶手来替因祈祷咧？咱遮诶牧师敢有咧听因咧讲话？咱遮诶牧师敢有用圣经诶价值观，咧甲伊引带咧，咱爱用上帝疼咱的心，咱嘛爱去甲因疼，互因感受到天父是安怎的疼因。兄弟姊妹，即阵我要邀请恁做伙起立，我要邀请恁做伙起立，咱做伙来祈祷。即个祈祷毋是替遮的青少年的祈祷。是替咱家己来祈祷。我头有讲，你甲我是兴起青少年的关键。啊，头拄仔报告嘛有讲，5月18，咱即个青创的礼拜，咱要来举办一个青少年的祈祷会。即个祈祷会毋是为着青少年来设计的，即个祈祷会是一场。咱要做伙，为着即个世代的青少年赢转来的一个祈祷会。咱即群牧师用偌济气力来祈祷，来服侍即群约书亚。即群约书亚因个会生了偌悬，好无？即个时阵，咱来替咱家己，为着咱有青少年的负担的心，咱做伙开喙来祈祷。祈祷煞，请陈牧师来为咱来祈祷，咱做伙来替咱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愿在求你帮助阮，今仔日的透早，主你的话语来甲阮讲，主阮遮的时代，你听咱，所以阮若要来听遮的青少年，主你帮助阮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爸爸妈妈。咱有一个疼青少年的心，咱有一个为着青少年负担的心，咱陪伴伊，咱为因祈祷，咱听伊讲话。主啊，阮会使做的，就是主你安怎服侍咱，阮就安怎来服侍这青少年。主，阮即摆祈祷，毋是为着青少年的祈祷，
主，阮即摆祈祷是为着阮家己会使搁较济来替这个青少年来祈祷。阮即摆祈祷是阮会使安怎搁较祝福这个青少年的祈祷。主啊，恳求阮遮的爸爸妈妈，阮遮的时代。阮会使来看见这个青少年安怎的软弱，安怎的困难，阮会使安怎甲因斗相共。主你，互阮有一个复兴的心，主你激动我们，你激动我们可以爱主、爱青少年。谢谢。主耶稣，感谢你，会再去，互阮透过青少年主日，主啊，多谢你使用嘉宾长老，伫阮中间传讲。真要紧的信息，上帝对阮每一人拢有机会。主啊，阮虽然是属于摩西世代，总是要兴起约西亚的时代。主啊，阮会当恢复起头的疼心，恢复起头的疼心。阮安怎疼你？阮会当疼阮的年轻的一代。主啊，透过阮会当为因祈祷，阮会当关心伊，会当陪伴伊。阮有时会当包容因，阮会当予伊空间，阮当予因机会，阮就会当有学习，予因有错误的空间，予因有改变的空间。主啊，阮的下一代会当真做约西亚的约书亚的世代。主啊，你对阮教会的心意，就是阮每一个属于你的百姓，爱恢复起头的疼心，会当来兴起那些年人。少年的世代，互阮的教会会当真做伫即个落尾时代宣教的大军、收割灵魂宣教的大军，会当来扩展你的国度。主啊，多谢你，互阮为着即个主日，阮提醒阮爱搁较济为着少年时代来祈祷、来祝福，阮也欢喜为着因来奉献。主啊，求你赐福阮。听阮正大家所拜你的祈祷，阮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请坐。头拄袂记阮因为挂即个喙炎，毋知影，咱迄个于淑琴哦，苏金姐吼，伊的后生即个智男吼已经注摔落库。经调伊倒伫顶礼拜拜二伫咱的即个宾馆贵阳告别礼拜伊也为着即个囝儿离开，这个真毋甘，咱也替祈祷素金姐，请你站起来咱大家才为祈祷好，请坐。咱听嘉宾长老台语敢听？有啦讲得真标准无简单啦咱这个世代上，我咧讲咧，慈爱讲哇，你讲台语讲得遐好会讲伊有准备实在是咱上帝互咱会当用咱的母语来传达，咱爱学习学习，特别少年的世代，咱嘛是爱帮助你咱有大领孙咱头拄即个结婚兄另外查某囝甲伊的孙伫头前，请你徛起来咱关心也为因祈祷小朋友足乖巧好，请坐咱教会即摆即个儿童牧区哇，少年人真济，拢是细囝其实咱自细汉会当教示咱的细囝行伫应该行的路，互伊到老嘛袂偏错所以这是咱即摆即个时代，伫咱台湾。上界要紧的，就是咱的下一代。咱的下一代未来面对足大的挑战。另外，这个世界进入迄个 AI 的时代，这个时代台湾也是一个煞变做因为环境的关系即摆的世界足容易有迄个诈骗。听讲差90%几个人拢捌去用诈骗过无用诈骗过说变成真少。所以咱爱细腻毋知影网络啥物款网站毋通学袂你咱的手机若袂晓操作，我若毋通学袂你有时我若含字诚济咱毋知影的代志爱细腻所以咱嘛需要少年人，互咱知影
一寡代志，啊，无咱会受骗吼。咱教会吼是一个大家庭，咱免来帮衬咱长辈会当得到帮衬，咱的少年一辈嘛会得到帮衬。吼，少年一辈咱牧师就是讲爱互因有空间，互因有舞台，互因有得到支持。吼，啊，少年人会毋对，但是当因会当改变，因就哪来哪好。啊，头拄仔咧讲，真正牧师的世代已经吼要过啊，这个牧师嘛是已经要过啊，吼，即摆来教少年人。啊，少年人吼，免啊学习会成长。咱咧学开车吼，该教免啊开车吼，敢若教有路用无？无路用啦，就是爱去开车嘛。你教伊游泳，敢若教敢有路用？无路用啦，就是爱去受水啦。食水食过水了，伊就通受啊，吼。所以咱拢爱互因去有机会，吼。咱袂使当代志，咱拢替伊做，因拢会当做，因咱学习，因就会成长啊。啊，咱免烦恼，错误拢无要紧，失败嘛无要紧，重新过来。啊，少年人吼，就是因上界大的本钱，就是因还阁少年，因还阁有足侪机会，因还阁有足大的空间。啊，求上帝赐福咱教会青年人吼。好，咱只是免啦，咱来。请技术收奉献。咱内面哦，有即个录啊，这是中话。吼啊，其实咱若青少年哦，咱若为咱教会头前拢有这感谢献金，若为着咱的学生哦，你若教学生嘛是为着咱的少年人奉献哦。就牧师就拢两个啦，两个拢奉献哦，拢关心，不中话咱教会吼，拢关心。你若要用这红的吼，要互咱的学生哦，叫学生牧区，你若无交学生牧区哦，就是献互教会哦，就毋是指定吼。现在听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我的亲眷献乎你，耶稣龙潭里去，我的彩礼受死，甘愿愿吹起鼓，阿门。耶和华以勒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的保守，互我无论是伫家庭，还是伫职场，拢有主的平安，甲满满的恩典，事农工商也一尽亨通。但愿甘心乐意献上主所赐的才能甲金钱，愿主加倍祝福伫每一位甘心乐意献上的兄弟身上。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恳397首。愿主赐福你，愿上帝的眼更变求你，也应慈悲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受赐你平安。祝祷请陈牧师。当你通平安去，愿圣神的安慰，伫失落家己的亲人的兄弟姊妹
的家庭亲人的中间来安慰，来夫妻来帮衬，也愿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会当多带来一切，互受鞭挞得到医好，互担当刑罚的会当真正得到平安，因为你的救恩，互所有阮的身躯的软弱会当勇壮起来，病痛会当得到医好，阮头前的道路会当得到行通，当恁通平安去。上帝赐福恁的路站，拢有伊的恩典会油滴伫顶面，互恁会当福杯满溢。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会众请坐，默祷闭会。